使徒行傳第27章。菲斯都既然定規了，叫我們坐船往意大利去，便將保羅和別的囚犯交給御營裏的一個百夫長，名叫猶流。有一隻亞大米田的船，要沿着亞西亞一帶地方的海邊走，我們就上了那船開行。有馬其頓的帖撒羅尼迦人亞里達古和我們同去。第二天到了西頓，猶流寬待保羅，准他往朋友那裏去，受他們的照應。從那裏又開船，因為風不順，就貼着居比路背風岸行去。過了基利加旁菲利亞前面的海，就到了呂家的梅拉。在那裏百夫長遇見一隻亞歷山太的船，要往意大利去，便叫我們上了那船。一連多日，船行得慢，僅來到革尼土的對面，因為被風攔阻，就貼着革里底背風岸，從撒摩尼對面行過。我們沿岸行走，僅來到一個地方，名叫佳奧，離那裏不遠，有拉西亞城。走的日子多了，已經過了禁食的節期，行船又危險。保羅就勸眾人說：眾位，我看這次行船，不但貨物和船要受傷損，大遭破壞，連我們的性命也難保。但百夫長順從掌船的和船主，不順從保羅所說的。且因在這海口過冬不便，船上的人就多半說，不如開船離開這地方，或者能到腓尼基過冬。腓尼基是革里底的一個海口，一面朝東北，一面朝東南。這時微微起了南風，他們以為得意，就起了錨，貼近革里底行去。不多幾時，狂風從島上撲下來，那風名叫有拉格羅。船被風抓住，敵不住風，我們就任風刮去，貼着一個小島的背風岸奔行。那島名叫高大，在那裏緊收住了小船。既然把小船拉上來，就用纜索捆綁船底，又恐怕在塞爾底沙灘上擱了淺，就落下篷來，任船飄去。我們被風浪逼得甚急，第二天眾人就把貨物拋在海裏。到第三天，他們又親手把船上的器具拋棄了。太陽和星辰多日不顯露，又有狂風大浪吹逼，我們得救的指望就都絕了。眾人多日沒有吃什麼，保羅就出來站在他們中間說：眾位，你們本該聽我的話，不離開革里底，免得遭這樣的傷損破壞。現在我還勸你們放心，你們的性命一個也不失喪，唯獨失喪這船。因我所屬所侍奉的神，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邊說：保羅，不要害怕，你必定站在該撒面前，並且與你同船的人，神都賜給你了。所以眾位可以放心，我信神，他怎樣對我說，事情也要怎樣成就。只是我們必要撞在一個島上。到了第14天夜間，船在亞底亞海飄來飄去，約到半夜，水手以為漸近旱地，就探深淺，探得有12丈。稍往前行，又探深淺，探得有9丈。恐怕撞在石頭上，就從船尾拋下4個錨，盼望天亮。水手想要逃出船去，把小船放在海裏，假作要從船頭拋錨的樣子。保羅對百夫長和兵丁說：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，你們必不能得救。於是兵丁砍斷小船的繩子，由它飄去。天漸亮的時候，保羅勸眾人都吃飯，說：你們原望忍餓不吃什麼，已經14天了。所以我勸你們吃飯，這是關乎你們救命的事。因為你們各人連一根頭髮也不至於損壞。
保羅說了這話，就拿着餅，在眾人面前祝謝了神，擘開吃。於是他們都放下心，也就吃了。我們在船上的共有276個人。他們吃飽了，就把船上的麥子拋在海裏，為要叫船輕一點。到了天亮，他們不認識那地方，但見一個海灣，有岸可登，就商議能把船攏進去不能。於是砍斷纜索，棄錨在海裏，同時也鬆開舵繩，拉起頭篷，順着風向岸行去。但遇着兩水夾流的地方，就把船擱了淺。船頭膠住不動，船尾被浪的猛力沖壞。兵丁的意思，要把囚犯殺了，恐怕有赴水脫逃的。但百夫長要救保羅，不准他們任意而行，就吩咐會赴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，其餘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東西上岸。這樣眾人都得了救上了岸。